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嘅數據透視指出，香港學生嘅自殺死亡個案10年間增加接近2倍，喺2023年更加達到32宗。面對近年青少年自殺率上升呢一個趨勢，教育界除咗增加對學童喺精神健康、情緒等嘅支援，又點樣喺生命教育嘅課程當中有效咁幫助年輕人嘅生命建立正面嘅價值觀？其實生命教育如果搞得好咧，對於防止學生自殺咧係絕對有幫助嘅。如果我哋能夠喺學生小嘅時候咧，就能夠植入一啲即係好有用嘅價值觀或者信念咧，其實絕對係有幫助嘅。其實死亡係會喺任何年齡嘅人身上都會發生嘅，咁所以咧生死教育咧，我認為係每一個嘅年齡對象，無論幾大、幾細個嘅小朋友，都應該要去接觸生死教育。教育嘅制度裏面，我哋都可以做多啲就係釋放教學空間，做多啲跨科嘅合作，一個協同效應，做好根本嘅年青人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嘅裝備咧，咁就會更加完整啦。隨住社會逐漸開放，談生論死並唔再係忌諱。不過，從學界到公眾各個層面，我哋喺生命教育所投放嘅資源，究竟又係咪足夠呢？教育局喺2021年制定嘅價值觀課程架構試行版，包含咗10幾個範疇嘅課程內容，生命教育係其中之一。其實生命教育咧就係比較大啲嘅，整個人生佢嘅價值觀啊、信念啊都會牽涉到嘅。咁而生死教育咧，通常就係話透過了解死亡啦，就去領悟生命係啲乜。咁從而咧就會令到啲學生咧就識得珍惜啊，或者活在當下咁樣啦。鏗鏘集向教育局查詢，得到回覆表示，生命教育嘅目的係幫助學生探索生命嘅意義同價值，發掘同埋肯定自我，培養正確嘅價值觀同正面積極嘅態度，令學生喺不同嘅處境當中展現積極樂觀嘅性格同堅毅嘅特質。同時規劃同埋活出豐盛有意義嘅人生，以至服務他人、貢獻社會。而生死教育係屬於生命教育嘅其中一部分，幫助學生認識生命歷程，學習自我保護，以及面對因死亡而帶嚟嘅失去同埋哀傷。教育局同時亦回應指出，青少年選擇輕生係一個複雜嘅問題，由多方面嘅因素互相影響而成。因此建議學校以全面同綜合模式推展價值觀教育，透過多元化嘅學習情景同內容，融入不同科目及全方位學習活動之中。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嘅一班學生，連同家長、老師同埋校長，喺今個學期嘅生命教育課，一齊嚟到沙田道風山進行活動。呢一度除咗有機構嘅導師透過唔同形式分享生命嘅意義，佢哋更加會去參觀一個專門安葬流產胎嘅墓地——天使花園。我哋睇到原來咧有好多安葬流產胎佢哋父母寫嘅一啲銘文啊，即係喺小嘅一個石頭上面咧記低佢哋呢個胎兒嘅名啦、祝福啦。好想做到，就係能夠讓學生喺一個真實嘅處境睇到呢啲小天使，佢哋嗰個生命雖然係短暫，但係愛咧係永恆呢一個信息。校長同老師喺呢個生命教育課當中，帶領同學近距離接觸死亡。校長認為從小講起係有一定好處。本身講死亡咧，都係會俾人感覺比較沉重一啲啦。不過從中有光明嘅一面咧，就係讓我哋成長咗。有陣時每遇到一個離別嘅過程有痛苦，不過又會讓我哋咧內心咧更強大。呢個就係老師會帶俾同學嘅一啲啟發啦。我哋點樣能夠喺學生佢仲係好有活力朝氣嘅時候，佢已經裝備好，知道嘅人生走向點樣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咧？咁呢個我哋覺得好值得做。而家呢一代好興交代後事喎，我都同個仔講咗呢啲嘢喎，係咯。媽媽有啲咩吩咐要你做㗎？有冇講呢啲嘢㗎？冇乜。
即係話唔使埋佢喎。呢排又多咗啲負面嘅咩類似跳樓咧，其實身邊係好多呢啲新聞啦。咁其實我就唔想佢哋受到呢個負面嘅影響，咁我就會正面同佢解釋死亡係點樣。要珍惜生命，遇到困難唔好放棄咯。咁你諗住點樣珍惜生命啊？之後唔好諗埋啲奇怪嘢。除咗參觀天使花園嘅活動，黃校長同一眾老師過往亦曾經為生命教育設計眾多不同形式嘅課程。佢哋覺得透過考察、歷奇呢類型嘅體驗式教學，可以令小朋友對生死教育課程有更深刻嘅體會。做體驗式學習咧，嗰個優勢或者好處，其實就係讓嗰個教育嘅理念咧，係植根喺小朋友、年青人心裏面咧，係好紮實嘅。黃校長一直喺課餘時間透過不同平台參與推廣生命教育。佢除咗幫廉政公署嘅德育刊物《托斯》做編輯嘅工作，亦曾經係小 BB 安息關注組嘅成員。多年前向政府爭取興建專為流產胎兒設嘅公營墓地同焚化爐。校長希望將自己當中嘅體會同反思放返喺學校嘅生命教育課程之中。我都好想透過我過去嘅工作，對於流產胎嘅關注，對生命嘅尊重啦，都希望引入喺課程裏面咧，俾到學生知道啊，其實我哋可以為社會做一啲事情，人生可以有目標，能夠祝福到好多不能夠發聲嘅人，同埋一啲弱勢社群。佢都好想裝備第日學生，佢除咗自己有呢種生命力，佢都能夠將呢個生命力影響到社會嘛。